大家好，我係 Sandra。最近喺唔同嘅場所接觸嘅時候，我感受到一種普遍嘅震動，嗰係一種關於停滯同埋生存焦慮嘅集體情緒。好多人會覺得生活好似突然間被撳咗暫停鍵，本計劃好嘅事情受阻，或者對未來嘅生活保障感到不安。今日我想從能量嘅角度同大家傾下，當我哋面對呢一種被困嘅深淵感嘅時候，應該點樣自處呢？喺古老嘅智慧中，水係代表情感同埋流動。當水變得深不可測，佢就會成咗一種恐懼嘅化身。呢種恐懼往往來自於不可預測。當我哋感到生活開支或者外在環境讓我哋產生窒息感嘅時候，佢習慣咗去對抗，但係對抗只係會讓能量更加僵硬。其實深淵並唔係要吞噬我哋，佢要我哋學識好似水一樣，無論地形幾咁兇險，水始終會揾到佢嘅出路。真正嘅靈性修行並唔係脫離物質世界，而係喺物質嘅限制之中依然保持內在嘅彈性。有時我哋為咗支持長遠嘅夢想，必須先低頭去照顧好眼前嘅生活。呢個唔係一種退縮，而係一種緩衝，好似流水一樣，遇到乾涸嘅土地就會先滲透填滿。當我哋能夠坦然接受每個當下嘅每一個救急或者過渡，我哋就唔會俾環境壓抑，而係主動選擇咗流動嘅姿態。等我哋將所有嘅理論都放低，無論你此刻你係為生活感到焦慮，定係覺得前路模糊，跟我一齊進入呢3分鐘嘅留白，俾自己一個好好休息。吸氣，受宇宙之中好永恆嘅流動，永遠唔會乾涸嘅滋養。呼氣，釋放嗰啲我哋必須掌控一切嘅困境。吸氣，受宇宙嘅光。多謝你陪我呢段時間，請記住，暫時嘅停滯只係為咗重新對準頻率。當你能夠同呢一份不安全感共處，你就唔再受制於佢。如果你喺今日嘅分享入邊感到一絲嘅平靜，請將呢份能量傳遞出去。Sandra， 願我哋都能夠喺深淵中都見到光，喺流動之中都揾翻力量。